来继续来看行政院长杜英泰自费包机到日本东京看经典赛，引发到在野党立委强烈的质疑，讲伊公器私用。早起伫立法院，院长甲国民党的立委王宏维更加是爆发着口角，场面真火爆。立法院长韩国瑜是出面来疏圆，讲伊互改名改做韩国瑜，拢无生气呀，希望双方会当理性来沟通。 委员昨天说我贪渎100万，我希望你今天有一个澄清的说法。就要看你来澄清啊！来，你要澄清，不是我要澄清。我还没开始问你啊，你在反质询什么啦？这当骑上这顺台两边就为行政院长杜英泰包飞龙机去到日本，开始伫咧争。你支付的金额是多少？华航告诉我，这个他有商业上的顾虑。这件事最简单的事情，单据都在这里。啊，那你就赶快拿出来啊！这件事情私人的包机、私人的费用，为什么要向委员提供证据？ 华航每一件包机都要向委员提供证据吗？证据伫咧对，倒柜提出牛皮纸底下，多算互对面的王宏维讲一个顿顶去，不过同款继续留包飞龙机的代志，看两边气氛愈来愈烈。立法院长韩国瑜3摆切断质询。先暂停，容我。韩院长，你可以忍受一个人说你贪渎100万吗？大家一定要相互尊重。因为昨天早上跟你报告，我被叫韩国输，我都没生气。好，请你稍微。 韩国输，大家都很高兴啊！希望公正笑亏，让大家的心情放轻松。不过，若国民党立委关心，民进党立委赶快锁定包飞龙机的议题。倒柜透露，去这抓上想要看到的，就是伊。我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，我想看看我们台湾队长陈杰宪他首当的伤势。但我都觉得你这个人家破坏了一个原来的惯例，因为我就是在一个被破坏的预算体制下做这些事情。 我一定要自费前往，我不想让立法院的委员们来对行政院挑这个毛病。交通门票单据全部拢无保留，并对在野的质疑倒开强烈反击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